守主诫命的人，守约施慈爱。我们犯罪作孽，行恶叛逆，偏离你的诫命典章，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，奉你名向我们君王、首领、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。主啊，你是公义的，我们是脸上蒙羞的，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并以色列众人，或在近处，或在远处，被你赶到各国的人，都得罪了你，正如今日一样。第8节，主啊，我们和我们的君王、首领、列祖，因得罪了你，就都脸上蒙羞。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，我们却违背了他，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话，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。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，偏行不听从你的话，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，都请在我们身上，因我们得罪了神。他使那灾祸临到我们，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。原来在普天之下，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。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，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，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，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，明白你的真理。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，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。主我们的神啊，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，使自己得了名，正如今日一样。我们犯了罪，做了恶。16节，主啊，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，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，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。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，被四围的人羞辱。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，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。我的神啊，求你侧耳而听，睁眼而看，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。我们在你面前恳求，原不是因自己的义，乃因你的大怜悯。求主垂听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应允而行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。我的神啊，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。以上。这时请刘传道来讲道，题目是夹缝中的爆发力。夹缝中的爆发力。弟兄姐妹平安。你从夹缝中来到这里吗？能够看到大家每一次都觉得很兴奋，因为我们还证明我们还活得好好的，没有被夹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是因着你的慈爱，使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原是那背弃，那不配，但是主，你看我们为宝贝。主，我们原是看你的话语也看不懂，听也听不清楚的。主，恳求你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里面的真光跟智慧以及拯救。谢谢你，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在这个礼拜当中，应该不止你在夹缝中，这一群人也在夹缝中。2014年世足赛，巴西对德国那一天，记得吗？黑色179秒，179秒有多久啊？不到3分钟。怎么黑色呢？比数从0-1到0-4，足球赛到了0-4，大概就已经没有希望。
很多人0:2就跑去睡觉了，何况最后比数是多少？1:7，完全的失败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巴西那一天，巴西的人民在那当中一定苦苦哀求，特别在0:2的时候，主啊，请赐给我们爆发力。爆发力就是在最短时间内，我能够发挥翻转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祷告？传道有。上个礼拜在夏令营的时候，将近100位学生学员，70位的志工同工，面对这一代，应该讲下一代的孩子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只能说：主啊，请赐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爆发力，这几天就好。因为我们这些同工志工，第一天感觉被整得很惨。因为孩子连1分钟都没有办法好好安静听我们讲，但是第2天、第3天、第4天、第5天，第4天晚上就有一个孩子比较特别需要爱的，抬头望着老师说：“老师怎么办？”我们以为发生什么大事情。老师，明天你不能来吗？不是。就剩明天最后1天可以看到你，你知道吗？这一个对付星期3就来找我，男生一进门敲门，传道，第2句讲什么？没有讲话。你听到什么？第2句就是哭。一个年轻人。他遇到了怎么样的压力？他原来以为他自己可以控制一切的，他没想到遇到这群的孩子，引发他们什么？向上地求。当我们在夹缝中，就有一股力量，不是吗？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才会说：“主啊！”那轻轻松松的时候就怎样？主啊，咱来祈祷。迄落声势拢无共啦吼，迫切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就是从但以理，他在国家被巴比伦灭亡后70年，从圣经上知道耶利米，原来他被抓到一个地方，巴比伦是离开他国家很远的地方，他从圣经上。耶利米跟我们读的一样的耶利米啊，那时候就说他在异国，他被困在那夹缝中，日子什么时候会满？70年。他在什么时候看到这个应许，圣经上的应许，他抓住，他发出这样子的祷告。19节而已，19节的祷告，成为那时候夹缝中的爆发力，也成为我们现在的爆发力跟续航力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，我们就要来学习这一位在夹缝中的但以理，他如何发出这样的祷告，大蒙神的眷爱。我们这世代也是夹缝中，是吧？你感受到那个压力吗？让你没有办法呼吸，甚至快要窒息。这时候我们就来学但以理，看他从哪里来得力。我们先从他的身世来说起，因为他的压力来自于他的身世。巴比伦王首次攻打耶路撒冷城时，他把宫廷里面贵族的后代，就是官2代，也有可能是富2代，抓到
巴比伦去当人质。人质的意思就是什么？你乖乖在我这里拿东西来换，或你乖乖听我的话，不然这些人就……那年但以理因为父亲是当官的，被掳到他国做，不是公子，也不是做官，也不是做平民老百姓，做什么？太监。太监是什么意思？讲白一点，就是要被阉割，没有办法生育。他与3个好朋友都是年轻英俊、聪明，他们一生不能结婚生子。亲爱大家，那一年他几岁？18。你正在18，还是你的孩子正在18岁？还是我们教会中的青年正在18岁？他们是不是因着他们的身份、身世而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压力？当他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，他怎么样来面对？我不知道你的身世如何，在我的个案中有很多都是因为他的身世，他痛苦一辈子。嘿，但以理他的身世咋背回你啊？18岁，他怎么面对他的身世？我们看他从哪里来得力？上帝子民的身份有让他得力吗？我们来看，上帝子民的身份，在他寄人篱下的但以理，他仍然没有忘记他是上帝的子民。按照律法，他有很多东西不能吃，其实跟回教一样，什么不能吃？4只脚的什么？那什么？猪不能吃，很好。但是呢，那个他呢，被俘虏，那个太监长要他们怎样？长得白白胖胖的嘛，因为他对他的国王负责，所以他要给他们吃这些东西。可是但以理因着他的身份，这身份让他成为是他在那时候的压力，而且非常大的压力。这压力关乎他生死。但以理提出来说：“可不可以让我们吃素？因为你们这些猪肉或者是都是拜过的。”起先这太监长当然不答应，因为他怕他们吃了以后变成很瘦很丑。但是但以理苦苦哀求以后，他说：“这样好不好？求你让我们试试看，10天就好，让我们吃怎样？吃素食，喝白开水，你看看我们的面貌怎么样啊？”哎，这就是从哪里来的信心啊？他属上帝子民的信心，他没有妥协，他没有什么。哎呦，跟堂后去讲哈，哎呦，我们去讲了，我们是俘虏嘞，我们还是委屈好了，没有。因着上帝子民身份，这个是压力，对不对？但压力变什么力？变一股力量哎，怎么样力量？经历神的力量，支取神的力量。结果10天后怎么样？他们面貌怎样？俊美、肥胖。这个台语写得很漂亮，补一个岁啊。这是从神上帝子民的身份，让他能够在夹缝中可以生存下来。真的只有夹缝中生存下来而已吗？我们看他另外一个压力就是我们刚刚讲，他坚守他的信仰的本分。但以理在外邦人中经历4个朝代，第一个是尼布甲尼撒王，他第一次在为这个上帝做见证的时候，就是为他做什么事？想起来了吗？就是这个王晚上做梦。哎，你们昨天晚上有没有做梦？还记得吗？有人在笑。一传到做梦都常常忘记，所以我在学那个从梦里面了解自己王荣义牧师的课程的时候，他教我们，如果做梦你会忘记哈，醒来时候赶快拿笔跟纸来写，然后拿录音机来录。好，我刚才
做了什么录完以后睡，结果传道每次录完以后就睡不着了，当然记得。这个尼布甲尼撒实在很超过，我自己做梦忘记还叫怎样？你们来，你们帮我解梦，什么梦不知道？你们很厉害啊！他有这个代志哈。这时候，属神的儿女，但以理领受从神那边，他就为尼布甲尼撒王来解梦。哇，在夹缝中出了一点头，第一次展露了头角。第二次呢，第二个朝代的王叫做什么？哎呀，这很难念呐、伯沙沙王。听讲台语更较歹读，我昨读几遍。伯沙沙王他怎样？很那个呢？哪个？他把上帝圣殿拿来怎样的东西拿来乱用？所以有一天他在宴客的时候，墙壁哒哒哒哒哒哒，有一只手，不是因为7月哈，不是因为农历7月，是因为他得罪神，写了一排字。那一排字叫做什么呢？尼乌法斯提克勒乌法斯，意思就是讲你惨了，你的日子到了。他叫谁来解这个字？但以理帮他解说啊，你惨了，你日子满了，你在神的面前重量很轻。这个原文意思就是你重量很轻。亲爱的大家，我们在神面前重量很轻还是很重？很重要哦。你可不要，你我都不要，忙碌了一辈子，跟神面对面的时候，神说量一量，你重量很轻。就那天晚上，但以理为这个王解了说：哇，你可能日子不好过。果然那天晚上就应验了。再一次，因为这个王说，谁能够帮我解这个字，我就让他做国中的第3位，因为第1位是我的阿爸，第2位是我，第3位就是你。结果那一天晚上就应验这件事。但以理越做越大，夹缝中夹不住他的。属神的儿女们，你的身世或许让你抬不起头，但你属神儿女的身份，你愿意坚守信仰本分，你要在夹缝中是夹不住你的，你要出头，再出头。但以理到了第3个朝代的时候，就是大利乌王，非常喜欢他。被人家喜欢有一个危险，对不对？像传道很美就很危险。我骑那个摩托车，我爸爸都很担心。我那4轮传动摩托车，大家知道吗？哈，最快可能30、40。青年都说传道，我跑步都比你快。所以我爸爸很担心我，因为我长得实在是，让人家嫉妒啦。但以理也让人家嫉妒这些百官算，丢这点。他这么怎样？他们观察他怎样？每天开窗户敬拜他是上帝。于是百官们就决定一件事：我们呢跟王讲，怎么讲呢？当然不能跟他讲我要害但以理，不能这样讲，怎么能这样讲？坏人哪是这样做的？坏人都很聪明的。他们就跟王乱讲，王就不知道他们是要害但以理的。好，下一个命令，不能拜这个别的神，只能拜我这个神巴比伦的神而已，其他的不能拜，拜了会怎样？丢到哪里去？狮子坑，那狮子都很多天没吃饭的，没吃肉了，他没吃饭，他们不吃饭的，他们吃肉哈。这一天，但以理接到这个法律之后，因着他是上帝子民的身份，他坚信他信仰的本分，他没有被夹缝中夹住，他仍然打开窗户，朝着耶路撒冷祷告。当然是被丢到狮子坑。这个王大利乌王
心里很难过。哎，我怎么这么傻了？怎么会用这个法律？可是已经定了，怎么办？他那一天晚上都睡不着，心里很疑惑，说为什么？因为祷告这件事情，因为他们其实没有一神论啊，他们都带很多神，怎么因为这个祷告我最爱的这个爱将就要因为这样死，心里难过。隔天早上，他赶快跑到那狮子坑去看，不得了了，但以理居然还在。于是这个大利乌王就这样，他就大大来称颂这一位神，谁的神？但以理，就但以理的神。他就讲了这段的话，他说：但以理所相信的神，真的我们要来怎样战惊恐惧，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。活的神哎，亲爱的，我们在夹缝中，在这世界中，我们有没有见证神，让人家知道这一位神是活的神？有没有让人家知道这一位神是能够庇护人，能够搭救人，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的？就但以理这个神也要救。凡信靠你，有属神儿女身份的你跟我，如果你还不是神的儿女，传道真的要邀请，这个邀请是攸关生命。你要是属神的儿女身份，真的，你要在这位神是活人的神，是活的神，能行神迹奇事的神，能搭救你的神，你要归入他的名下。但以理在这样子的夹缝中，他能够步步高升。他的爆发力是来自于哪里呢？当他今天经文一开始，其实那时候他已经几岁？86岁。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，其实他已经居高官，虽然他在外邦当中，可是他看到圣经耶利米书应允神70年，他们只会在外邦被掳，在外地70年快到了，但是主啊，你的圣殿荒废，于是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发出这一个19节的祷告。这个祷告其实简单来讲，就是一个悔改的祷告。悔改的祷告力量有多大，您知道吗？爆发力有多大吗？您知道吗？台湾现在被艾滋病节节高升的这个病例痛苦，医院里面你去查就知道统计。有一个国家叫做乌干达，有听过吗？有，点头。你们比我还有知识。我还没有读这本书之前，我都还不知道乌干达是在哪里。我只知道阿明，但我不知道阿明原来是乌干达的总统。以前嘛，他很坏，你们知道吗？他杀人是不眨眼睛的，把人家从上面丢下来，砰！这个国家简单讲，这是我们在领主的祷告的一本书，是传到刚刚来到这个教会领主的时候。他举了这个例子，他们艾滋病有30%几，疑似艾滋病有1/3，那么你这样算一算是几分之几啊？一个是30%几，一个是疑似1/3，那么这样算起来就是超过1半以上喽。这个穆约翰牧师从神领受，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，而且是悔改，为这个国家来认罪祷告，因为这个国家拜了太多巫师的神，得罪了神，让太多人的血流在这个片地上。他们开始做悔改祷告的时候，您知道吗？按照统计，全世界的卫生组织统计，他们从30%几的艾滋病的病例，到最后
被神一，本来只有一个被医治，一个县被医治，一片被医治，连坐在飞机上，透过人的祷告也能被医治，这爆发力多强啊！只因为他们愿意悔改，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这力量多大！最后从那个书上面写，他们最后的艾滋病只有6.多%。感谢神，你愿意你的世代，我们的世代被翻转吗？如果你觉得台湾需要被翻转，如果你觉得你的家庭需要被翻转，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生命，先来到神面前好不好？我们是不是有不符合神标准的？就是罪，罪就是没有把心，没有在那标准上，我们得罪神，我们不知道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持续来看这个祷告，这个祷告刚开始，这个经文第3章跟第3节跟第4节告诉我们就是祷告的态度。他说我要禁食，而且这样披麻蒙灰，定义向主来祈求。你的态度是怎么样？最近我们为了主任牧师，还有教会的前面的道路，在楼下1楼我们有登记要禁食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有这样子的心智跟态度。你或许跟传道一样说，我胃溃疡，传道也胃溃疡，医生说，你不能没有吃东西哦，不能禁食哦。主啊，我除了禁食2餐，我可不可以禁别的？可以，禁什么？传道最爱吃冰了哈。主啊，我本来每个礼拜要吃5碗冰，现在禁吃2碗就好。如果你常常爱上 FB， 主啊，我为了祷告，我上 FB 的时间，我本来1天1个小时，我可不可以1天只要上20分钟，我其他40分钟拿来祷告？这就是态度。你愿不愿意为主献上？主看重的是我们的态度。在第4节开始，祷告就是我们从敬拜开始。你祷告这位主是怎么样的主？你没有好好认清楚，你当然没有力量啊。当你知道你要祷告的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，你怎么能够不迫切把你的时间分别出来？你若知道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，你怎么会不积极的邀请你身边的人，甚至你自己，花更多的时间到神的面前？因为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，这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我们都用这样的敬拜的态度跟敬拜来认识这位神，我们就会更多渴慕到神的面前。祷告的基础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犯罪了，主啊，我们作孽，我们行恶，背逆你，偏离你的诫命。你用传道不较严重吧？我是那个有良民证的呢。亲爱的大家，你心中有没有一点对谁不太舒服？每次看到他从远远来，不然就绑鞋带，最好不要跟他见面。圣经说我们要怎样？饶恕人，你做到了吗？这就是标准了。神说你要爱我，怎么爱？刚才传道讲啊，你愿不愿意花时间？你原来跟人家哈拉的，你到神的面前跟神怎样哈拉，多好啊！我们到神的面前，真的我们要说，主啊，你是公义的，主，我们得罪你，求你赦免我们。这是我们祷告的基础，我们要有一个态度。这个基础就是我们求神你来怜悯。主啊，我们违背你，求你赦免我们，神是会赦免我们的。主啊，我愿意说，主，我们要归向你。主，我们得罪你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有一些灾害临到我们，主啊，是因为我们不好，
不是所有的灾害都是不好，不是我不好，或许是整个群体。所以但以理他不是只为他自己认罪，他还认他族群里面、认他民族里面的罪，因为我们没有听从神的话。他再一次说：“主啊，你曾经行大事，让你的名得着高举。主，求神你再次施展。主啊，求你帮助啊！”所以在这里，它的内容，我们祷告内容，其实我们就可以来学。主啊，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求，垂听为你自己脸上的光。主啊，求你睁眼来看顾我们。主啊，你睁眼来看。主啊，不是因为我们，是因为主你自己的义，你自己的名，因为主你是一个慈爱公义的主。亲爱的大家，我们要神垂听我们，我们要神睁眼来看我们，眷顾我们。可是我们在祷告完之后，在看完圣经之后，我们有没有垂听神的话？睁眼看，神，你要我怎么做？我们不是只有求神，你睁眼看，你垂听。神也要说：孩子，我发 email 给你，你不看我，你不听我，你怎么收得到？我祝福，我拯救，要为你开一条路，按你不好好安静听我，用听爱狗细塞。你不看我，你都是看那个报纸，你都是看什么？看世上的小学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祷告，跟神祷告，我们也自己反省，我们愿不愿意？愿不愿意来听，来求神？919，但以理919不是911，也不是119，是919，会救你很久。记住这个章节好不好？但以理多少？919会救你99，在你需要打911、119的时候，记得这句话：919，求主垂听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应允而行，为主你自己不要言辞。我的神啊，因这城和这民都称你的名下，因这教会，因这圣殿，因我们的群体。好不好？我们都到神的面前，这样来祷告。当我们这样来祷告，我们就会有一个信心的眼光。我们看到后面的经节，今天没有读。但以理看到是谁？加百列带领他带领他到很高的高度，不是2楼，也不是101楼，比101还高。他可以看得更远，那个距离更远，他可以看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、永恒、永生，是因为他有信心的眼光，让他看到的不只是70年，还让他看到多久？甚至看到我们现在。在经文后面就讲，所以神说，透过这个他的这个一个梦，一个这个加百列给他看见。说但以理啊，现在我出来是要使你有智慧、有聪明。你出祈求的时候，就发出命令，我来告诉你，因你大蒙眷爱。传道多么希望我们大家都成为大蒙眷爱。你要吗？你要就赶快点头。我们就学习跟但以理一样。林书豪，他就这么做。在网络上，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最近很多人为他发出声音，说林书豪，你为什么不生气？他从什么队？火箭队要把他释出来的时候，火箭队居然为了要招谁？安东尼是吧？还把谁啊？把原来属于林书豪的衣服。那个号码几号？属神的7号，哇！居然随便给那个什么你说气不气？这很侮辱人呢！招
敢怎样用林书豪的衣服去招人？就像你讲进办公室的时候，你还没被辞职哦，你还在办公室。星期一明天一大早去到你办公室，你原来有很漂亮、很好、属于你专属的办公室，你一去发现牌子都换人的名字了，侮辱人。林书豪，你有资格生气，你为什么不生气？林书豪说：“按照圣经，按照他所相信这位上帝，有人打你的脸，连另外一边也给他打；有人夺你的外衣，礼仪我连外衣都给他。我要行出来，我不是只有看，我要顺服神的心意。神让他看见什么？让他在很高的地方看见，孩子，你放心，你所相信这位上帝不能保护你吗？我是活神哦，我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不能相信我吗？如果你在生气的时候，好好想这句，好好想上帝的应许话，好吗？结果怎么样？有的人可能不知道，结果是超乎他所求所想的。他现在到什么队？哎呀，你们都有跟上。湖人离他家乡又近，而且他可以跟他很喜欢的一个球员叫做什么什么 Kobe 什么，不是 coffee 了啊，不是咖啡，是 Kobe 什么，不要讲哈。还有另外一个，还可以跟他一起来打球。哎，相信这位神好不好？相信你所看的圣经好不好？好好，如果你没有办法顺服，你好好来祷告好不好？好好祷告，你不要说，你说传道我在厝拢就认真祈祷的，传道要拜托你，到教会一起祷告好吗？不行啊，你的祷告不能让人家看见呐，要私底下好好祷告，不是这样啊哈。我们一起祷告，真的1+1是无限大，好不好？我们周五的晚上，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，8点，我们彼此分享。传道有一个见证，就是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，很年轻，现在很年轻，现在18哈，年轻的时候是17，为了我的婚姻。我的先生，我妈妈很赞成我的先生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先生大概我20几个为未来列一个条件，只有20几个条件里，我先生只符合第一个，就是他的家世。我跟神说：“主啊，我不要，我要那个符合至少要10几的，不能只符合1项。”我妈妈怎么跟我讲？我们做妈妈的会怎么讲？我的妈妈说，我讲台语了哈，你不看你自己的脚，你的脚这样子，人家愿意接纳你，你要想未来啊。这个家庭第一个条件就是因为他家世，他家人都很喜欢我，家族都很喜欢我。你知道吗？17岁的传道听到这句话，没有得到鼓励跟安慰，只有得到什么？对心肝。我脚那是我自己求的哟。何以我脚这样，我不能得到最好的？何以是因为我脚这样，所以我要选择这个？只要人家有人要，是这样吗？亲爱大家，世人眼中看为最好，条件最好，不见得适合传道，不见得适合你，不见得适合未来的你，因为唯有神知道神的高度，你有没有那个信心？结果你们当然知道了，我嫁给我先生，而且生了3个孩子，而且现在我们士林长老教会很多人会问我，年轻人说：“请问，音乐姐，你是怎么选那个绩优股的？”我想，我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去祷告会的时候，神让我在祷告会的当中看到一个异象。孩子，你不相信我吗？
在祷告会中，有牧者为我祷告，会有哦，为我祷告，他们不知道什么事，但他为我祷告。所以大家一起祷告重不重要啊？重要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，因为一起的力量真的更大，真的愿意我们在夹缝中都有这个爆发力。这个爆发力，我们刚刚已经讲，力量大，悔改的力量大。我们在神的眼光有信心，让我们看到永恒的这个距离也大。其实决定就在于那个时间分母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可以最小？可以，这关键在顺服。我们愿不愿意被顺服神的话，就去做，像林书豪一样。那个改变的时间多快啊！但以理是一夜之间呢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来领受神的祝福。或许你会说传道，我嘛就想要上帝旨意但是我都不知。我很想要顺服神的旨意，但是我都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？我可不可以跟你约协谈？我说可以，但是传道要先说神的旨意都在哪里？圣经里，你愿不愿意顺服去活出来？你愿不愿意祷告在神的面前？神真的会让你看见未来，真的会让你感觉有一个把握。若是这些都不是神，你就做，神就会知道那个旨意在哪里。我记得有一年，就是传道受派那一年，我们有一个同学，他是有一个教会特别指明要请他，就是多元分派，但是因为我们都是用抽签的，那他多元分派，他要做宣教师，他从大学就立志要成为宣教师，但是这个种种关系，他们觉得不行，你不够清楚，你太年轻，不能当宣教师。你这样子出去会死得很快回来，不行，你一定要再跟大家一起抽，不能参加多元分派。好，他就顺服，就去抽，大家都顺服抽。你知道我们那个签有那个空白签，你知道吗？空白签一敲，所有的签一抽，他居然抽到空白签，我们大家都吓到。神的心意在这里，是这样而已吗？不，抽完还好，空白签以后，他们还要再抽。简单讲，3次都指向他。这些牧师，我很感动，10几位牧师，全部都俯伏在神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心意。”所以我们好不好？都愿意，我们去做就对了。在后面这句话，人若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就是必会晓得。你去做就对了，你必会晓得。是出于神的，你一边做神一边调整你，一边做神就一边调节了你，他会让你知道是神的心意还是你自己的心意。愿我们都在夹缝中可以有那个爆发力跟续航力，这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祷告、读经、顺服神的旨意。容易吗？绝对不容易，因为我们是天然人。就因为我们不容易，我们才需要求神帮助我们，才需要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扶持、彼此提醒，与我们一起经历那个爆发力之后那个续航力，为的是要让这福音在这世代、上帝的国，在我们这块土地来实现。你愿意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应允与我们同在的主，应允必搭救我们的活神，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相信。你也已经听见我们内心的决定，你给我们的感动，此时此刻是这么真实。主，你的话一定会应验。愿主帮助我们，
这个礼拜回去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的世界里，主，我们就活出在主你里面的荣光，为了是要荣神益人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